地人在地前来看云林北港甲部的工艺师周秀慧，日前以歌掌手面谱的作品《新疆体味》得到美国甲部比赛的第2名。这部作品11月初2到24，要伫北港的文化中心来展出。秀丽手艺展现台湾传统文化。这部作品是北港斗部工艺师周秀慧创作的新疆体会，得到美国 AQS 国际斗部比赛第2名，和台湾的工艺和传统文化徛在世界舞台。然后我们又有巡回嘛，然后有不同周、不同时间，又得到了最佳原创奖。第3周就得到那个公益奖。这部受到国际肯定的作品，周秀慧嘛计划会伫咧11月初2到24，伫咧北港文化中心展览。大家也很期待看到神将铁卫的本尊，所以我们这幅作品也会在11月2号展到11月24号。会当看到大师斗部的作品，机会无多，并将要欣赏就爱把握机会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